你先得㗎，我咪行開先啊！因為咧就啱啱即係有新聞稿啦嘛。OK。阿長毛嗰度公民提名爭取普選，社會民主連線人民力量朱凱廸團隊香港眾志小黎民主教室力爭公民提名，支持梁國雄參選特首。新聞稿佢簡單講呢，就係雨傘運動到而家，政治打壓從未停止，港人生活未見希望。立法會選舉前夕，政府就開出確認書先例，6位參選人又被取消立法會資格嘅狂事風波啦嚇，剝奪港人政治權利。跟住講橫州事件啊嘛，揭穿官商勾結，朱凱廸呢更受到赤裸裸嘅政治暴力威脅。宣誓事件呢就掀起第五支人大釋法啦，都唔知啦，掀起人大釋法啦嚇。先有2位民選議員呢已經被剝奪咗議員資格，呢啲又係佢哋啲組織啲字都唔 proofread 嘅嚇。繼有呢4位議員嘅司法覆核案呢即將開審，政治打壓呢並未因為梁振英放棄連任而終結。嗱，呢個就可以商榷啦，因為其實嗰陣時呢都未宣布唔連任，就已經做緊呢樣嘢㗎啦嘛。你記唔記得講一次就話曾俊華瀨嘢都係咁解啫嘛，因為已經入咗品啊嘛，就係咁啦。呢個呢個論述有啲問題啦。房屋為名、地產為實嘅不民主規劃不斷推行，官商鄉黑勾結，耗盡港人公帑，耗盡又離譜啲呢個字而家有成1萬億，咁樣呢，延續不民主規劃，不標準工時全民退保落實無期，基層生計未見希望。特首選舉推展至今，當下4位特首候選人，呢個係啲係戲肉就係琴日都有啲流咗出嚟㗎啦。當下4位特首候選參選人都唔能夠回應上述問題，提供解決方法，更甚至係以逃避態度待之。突然間咁文言文嘅此刻我們實在有責任呢，把上述問題重新帶入香港嘅政治議程中。在特首選舉道出社會政治實相，即係喺特首選舉裏邊呢個就又漏咗個字啦嚇。但喺特首選舉裏邊呢，道出社會政治實相，同港人一齊面對客觀而嚴峻嘅政治民生局面。咁樣即係有理由係咁啦。過去2個月，我哋一直探討出選問題，密切留意外間嘅評價同意見。而家呢，我哋決定力爭公民提名，從民意授權出發，準備出選行政長官選舉，咪參選咩？出選都得嘅，你用呢啲字我哋認為香港人應該有機會支持一個能夠代表民主原則、民主訴求嘅候選人，喺選舉中呢係道出香港人嘅願景立場，同時實踐公民提名。其實呢就係講出個願景，講出願景就唔一定要入特首選舉嘅實踐公民提名就可以傾啦。如果你話想做公民提名嗰樣嘢，2人大831之下呢，就重啟政改，23條細捲土重來，人大釋法取消議員資格，官商勾結無日無之，全民退保等等民生政策遙遙無期。又係咁三幅皮嘅。民主派有責任重申原則，唔能夠逃避嚴峻嘅政治同埋社會現實，需要喺特首選舉裏邊呢，向北京全港市民講出我哋面對嘅處境。呢啲又係頭先阿 Rosa 講已經講晒㗎啦，點解要喺特首選舉度再講呢？又話向北京講，我就唔係好明呢個點樣向北京講呢一點咁第三，呢個力陳真相重新立場嘅責任呢，應該由民主派共同承擔。佢講民主派共同承擔咁呢個要諗諗啦民300+嗰度而長毛願意代表眾人出選。呢個唔係長毛或者社民連嘅事，我哋要一齊承擔未來2個月嘅選戰同埋之後嘅民主運動。之後嘅民主運動點解多咗呢個字嘅？之後嘅民主運動搞咩呢？第4，有關會唔會向民主派施加壓力，又或者會唔會影響個別候選人入閘當選呢？我哋尊重民主派選委嘅判斷同埋決定。我哋現階段嘅目標呢，係爭取公眾提名支持，向香港人解釋出選嘅理據，令民主派嘅聲音呢就進入特首選舉平台。5，香港人呢係特首選舉嘅真正主角，公民提名呢就係將特首選舉重新聚焦，俾香港人支持真正代表民主原則同民主訴求、社會願景嘅參選人。我哋認為爭取全港市民提名嘅過程呢，係而家未來嘅民主運動裏面嘅關鍵嘅一步。點關鍵呢？突破831框架，就要從民間主動實現公民提名開始，咁樣先至係推動民
主運動，唔會固步自封。最後啦，6，我哋歡迎咧支持我哋參選嘅主張，支持公民提名推動政改嘅民主派同道，包括政黨選委同埋公民團體加入，一齊壯大民主陣營喺今次選舉裏邊嘅聲音。講晒啦，就係嗰樣嘢啦。咁唔知一陣答問環節啊，長毛會唔會回應啦？即係記者招待會長毛會回應佢以前又咁反對，而家又點嗰個核心問題啦。咁啊，查師妹點睇啊？查師妹？即係都係嗰句啫嘛，你入去選同唔入去選嗰個分野喺邊，同埋我個 concern 答唔到啦，你覺得係啦，我覺得答唔到。咁第二個 concern 咧就係話如果因為假噶嘛，即係你唔會贏到噶嘛。我頭先提嗰樣嘢就係話，如果長毛嘅參選佢做到一啲配合，係令到個民主運動或者可以做到一次大型嘅集會，甚至乎呢一個即係大型嘅群眾運動係能夠向未來嘅特首可以施壓，譬如你組織影子內閣，去跟進你真係譬如朱凱廸就土地發展嘅，咁啊劉小麗嘅就可能教育嘅，咁你分晒裝咧，咁我明成件事咧做緊乜？雖然係假，但係原來你已經組緊一個影子內閣去當真做嘅，咁我明件事係點樣去參與？譬如 TSA 嘅，我會揾劉小麗，咁如果真係講到去環境保育或者土地發展嘅，我會去揾朱凱廸，佢就扮一個局長，佢就係負責當住你未來個局長做嘢嘅。咁呢個我明成件事，你點樣同嗰個未來嘅民主運動配合，而唔係淨係得一句話，即係我哋咧要再講多次咧，咁就大家一齊去壯大我哋民主運動，咁係冇 substance 啊，對於我嚟講。唔係，同埋我即係而家再睇一次咧，就會睇到另外一樣嘢，就係佢都係泛民裏邊嘅左翼啦。係基本上啦，即係你話除咗朱凱廸啊，即係可能有另外啲可以諗之外咧，其實社民連、人民力量，你知道其實即係前後腳嚟㗎，大家都知道嚇。咁小麗民主教室都係本土㗎啦嚇，咁即係本土都係左傾㗎啦，左傾㗎啦。香港眾志都係啊，基本上嚇。咁朱凱廸都係偏左少少啦，就冇喺嗰班裏邊咧嗰個即係調研能力比較高嘅，咁但啱啱我想講啦，就係如果呢5個組織嚟講咧，其實都唔係好做調研，即係都係衝擊型嘅，咁咧就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即係會諗到佢哋係點啦，即係人哋會覺得咦，你都係嗰班人啫嘛，都係咧即係示威常客啊，即係呢一班啊，咁會做到咩出嚟咧？即係我覺得阿長毛咧，其實我嗱好老實咧。佢如果好似嗰陣時5區公投啊，黃毓民咁咧，你說服到公民黨或者民主黨一齊參加咧，可能咧你嗰個論述咧就會好啲，或者佢哋喺個過程都會滲入咗好多嘢啊嚇。咁而家唔係喎，而家就我就有啲擔心咧，就話嗱，我唔知姚松炎點啊。如果相對咧，譬如姚松炎嗰個論述能力係更強，係朱凱廸咧，其實佢係即係佢係扮演白燕嘅。佢係政治白燕，佢係被迫害，係啦。其實佢論述能力唔高嘅，嚇，即係你如果睇佢佢後面有堆人好高，係啊，但係佢面對鏡頭嗰個論述能力唔算同阿姚松炎有一段頗遠嘅距離，嚇，即係你要只可以咁講。我唔係話冇料到。有啲嘢咧就係話，你係幕前就幕前啦，係幕前就幕前啦，係啦。你係周潤發就周潤發，你係梁朝偉就梁朝偉，梁朝偉、周潤發未必識做導演。你係林雪就林雪咯，係啦，就係嗰種咯，就係即係要明白嗰樣嘢咯。咁而家就係嗰個問題啦，即係容易俾人感覺都係你班偏激啲嘅人咧去搞。同埋有少少即係嗱，我都係左傾嘅，或者叫左膠啦，即係我都會傾向唔信阿胡鬚曾一樣嘢咧，就係未來嗰個公共財政嘅開支咧，點樣去落翻去基層啦，或者一啲所謂對於全民嘅一啲福利嗰度咧，我係唔樂觀嘅，因為對於我嚟講，咁曾俊華都係挨翻去大有錢佬嗰度啦，都係地產商比較多啊，佢嘅從佢以往嘅理財方法，小政府。係咪先？咁就所有開支就盡量勒住，咁就所以我係庫房嘅水浸。嗱，如果從呢條路線去睇咧，呢一班朋友咧，佢哋係
相同嘅。咁但係今次個特首選舉係咪適宜去講一條左翼路線呢？又係另一個問題嚟嘅。即係譬如依家講緊全世界嘅大潮流呢，就係因為左翼都提出唔到全球資本化、全球資本主義底下，究竟點樣可以幫到啲工人啊嘛？合約化啦、freelance 化啦，所有人嘅工作保障係越嚟越少啦。嗱，你 address 錯咗個場合啊！我都唔想講呢嘢，有啲嘢長毛應該明嘅，係佢都熟讀老毛。其實好簡單，你呢場選戰呢，我都唔講邊個，你要搞清楚主要矛盾係咩？你要搞清楚，你主要係要懟冧林鄭嘛？即係其實就係咁簡單啦。其實都係 A、B、C。即係林鄭就代表住會延續梁振英政策嘛。咁咪即係官商鄉黑？係啦，一樣噶嘛。係曾俊華可能冇咁好，真係你即係雖然話又係呢個咩邏輯呢？lesser evil，但係係啊嘛。點解嗰陣時候A、B、C 咁吹得咁響啫？由王維基啊嗰班人，鐵不可揾句啊！咪因為大家真係喺4年半俾人折磨得太，真係受夠啊嘛！即係人都好過佢啊嘛！嗰陣時我感覺就係，因為大家其實想講害人都好過佢，因為佢係最差噶啦，沒有更差噶啦，即係嗰種啊嘛！係人，譬如嗰陣時林鄭人都覺得佢可以接受就係，林鄭應該都冇咁離譜，即係都會有啲點不知咧，佢一講嘅時候話要延續梁振英政策。咁而家又揾西環咁樣幫佢抬轎，跟住張德江喺度咁樣搞嘢，佢一樣嘅。咁於是乎呢，我哋就俾阿胡鬚曾一個機會啫。即係其實如果你再簡單啲講，就係唔好諗複雜啊。而家成個選戰就係林鄭同胡鬚曾之爭。其實代表咗兩種。你係支持邊個？或者你反對邊個咧？起碼。其實不如再簡單啲，你反中聯辦治港嘅，你就冇辦法啦。即係都可能係即係要都未必得㗎。嗱，好老實，而家個情況係未必得嘅，機會都未必大。但係就係而家盡力而為，鬼唔知嗰啲咩其他啲嘢咩？而家我哋大佬啊，官府在遠，拳頭在近，佢打緊埋你咯，揼我哋㗎嘛！你一定要搞清搞楚。而家我哋最緊要懟冧林鄭，就係咁簡單。你要諗盡辦法，即係當林鄭就係女版梁振英打就得㗎啦。咁啫嘛，即係點解諗得咁複雜咧？突然間，喂，你梗諗到嘅，我都話，哇！你講共產主義天堂，你尤其係長毛無政府主義者仲絕啲添，政府都唔要啊！即係嗰種去托派嘛，係。喂，係啊！但係我真係唔係因為去到絕一定得㗎。因為你去到咧，真係好現實嘅問題。你真係林鄭做咗咧，你估到嗰啲官商鄉黑嗰個勾結咧，就會再多5年咧落地生根。跟住你要翻轉頭咧，其實就比起淨係呢4年半咧，就更加大。更加難。你拆翻點解好多時候咧，即係啲皇帝就唔會俾你咧嗰個權力咧，慢慢生啲根生得太遠，去到咁上下殺你全家咧，即係就係呢個原因啊！如果你俾中聯辦再嗱，你見咧，就算中央都唔係好掂到中聯辦，唔可以話喂中央話咁啊，你班中聯辦收聲嗱，你因為嗰個勢力已經落咗地，咁我哋係咪？跟錯節，無孔不入。千絲萬縷呢個字眼咧出晒嚟㗎啦，係啊，睇到嘅，因為我唔知啦，即係可能好多左翼朋友唔喺個商業世界裏面度做嘢啦。我接觸嘅一啲香港傳統嘅大公司裏面咧，其實已經好受到嗰個影響，而令到個專業崩壞，令到中產不能去實踐自己嘅專業嗰個操守。咁呢個係咪重要？呢個對於我嚟講好重要嘅嘢，因為嗰啲係令到香港繼續喂，起碼我唔使揾份工，我都要去揾個人又要識下民建聯，又要咩？喂，呢個係70年代香港嚟，即係我唔想倒退去到嗰度。即係雷洛傳啊！真係㗎，依家開始有呢啲情況啦。你明唔明啊？已經開始有㗎啦。你嗰啲大嘅投資公司，死唔死？你香港人做咩 intern 啊？你梗係富二代、官二代啦，係咪？幾時輪到你香港啲番書仔啊？高文你唔使置入。係啊，即係呢啲已經出現緊喺香港，你不能唔 address 呢啲問題，因為呢個對於同樣地，雖然唔係民主制度嘅一部分，但係呢一部分係完全傷害緊香港嘅體制，亦都傷害緊香港嘅競爭能力，亦都傷害緊呢。好簡單，你中層嗰班都搞唔掂嘅話，你基層嗰班一定仆喺度，即係你真係屎都冇得食㗎，去到。係啊，所以我咪又係嗰句咯，係啊，長毛知嘅，認清主要矛盾同次要矛盾。係。你而家講嗰啲乜嘢？咩嘢咩講嘅啫，23條，你估真係咁易做咩？都話
即係而家策略上阿胡鬚真係要講啲嘢俾中央聽，我都可以做到某啲嘢嘅。好多中產都係覺得，喂，你講冇問題啊，到時我先同你練，因為好務實㗎。中產就係你講啫嘛，你唔講佢唔會俾你就都 OK，你氹住阿大陸佬先咁樣。依家係咁諗啫嘛，啲人。即係，唉，即係而家即係其實即係揀個冇咁差嘅人，真係好老實，係咁㗎咋。